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今集嘅國潮 Channel。咁今日咧就嚟開箱同大家講下呢一個 Chrono Art 克洛斯最新款嘅。咁大家一睇呢一個標盤嘅浮雕咧，估唔估到究竟係邊一位大神呢？咁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一見到呢一個金剛箍同埋呢個金剛棒咧，就係我哋嘅齊天大聖孫悟空啦。咁聽過名咧，就知道係我哋由細到大所聽過嘅呢一個美猴王，將呢一個設計咧就擺放喺呢個腕錶裏邊。嗱，咁而今次呢一個悟空系列咧，最殺食嘅就梗係呢一個錶面嘅設計啦，同傳統嘅呢個孫悟空嚟講咧就有啲唔同。咁而今次嘅呢一個造型咧就貼近而家後生仔中意嘅一啲風格路線啦。咁就好似喺舊年咧非常之 hit 到爆嘅，就係呢一個黑神話悟空錶裏邊嘅呢個設計咧，就好似呢一個黑暗版嘅悟空咁樣啦。咁神話角色形象咧就梗係非常之突出啦。咁而錶盤上邊嘅孫悟空咧就有一個立體嘅雕刻而成，喺度雙手合十騰空打坐。咁而喺個頭上嘅呢啲毛啦，或者係呢一個金剛箍咧，同埋呢個身上嘅盔甲紋理咧，都挑得非常之精細。咁完全咧就增強咗呢一個孫悟空嘅戰鬥力咁樣。咁搶眼嘅當然就係呢一個金色點綴嘅金剛棒同埋呢個金剛箍啦。而呢一支金剛棒咧就中間橫跨咗成個錶面，同時間嘅刻度咧就完美咁配合翻。咁連同呢一個擺輪都收埋咗喺呢一個孫悟空嘅後邊，設計咧都有啲心思。嗱，咁而佢刻度方面咧都同 Chrono Art 其他款一樣，咁就係用咗呢一個夜光嘅圓點咧取代咗呢一個文字嘅刻度。咁而三針咧亦都有呢一個夜光嘅顯示。而機芯方面咧就係 Chrono Art 用咗自家製嘅自動上鏈機芯。咁啊做咗呢一個透底嘅設計啦，俾大家可以睇到裏邊嘅零件。咁啊講到呢個物料方面啦，咁而大家都知道 Chrono Art 嘅手錶咧一向嘅物料方面都係比較多元化嘅。咁而今次錶殼咧就係用咗碳素，咁尺寸咧就係42mm乘50mm。咁而呢一種碳素，當你戴上手嘅時候咧，就感覺係非常之輕身嘅。而呢一隻手錶嘅顏色方面咧，錶殼就係用咗呢一個黑色為主，再襯翻呢一個黑色嘅直膠帶。咁啊，再加埋呢一個玫瑰金色嘅指針同埋來影圈嘅一啲點綴，非常之容易襯衫褲噶。而今次就係用咗 K9 水晶嘅玻璃面，咁而睇時間或者係睇裏邊嘅呢一個齊天大聖嘅錶盤咧，都係清清楚楚，非常之清晰嘅。咁好啦，咁如果大家對呢隻手錶感興趣嘅話咧，不妨去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嗰邊詢問翻有關嘅詳情啦。或者係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咧，咁就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咧，就揀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啦。好，咁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啦，拜！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啦。